锵锵，我来了！有寿烟的男主皮皮，貔貅天路驾到，嘿嘿，欢迎大家来观看有寿烟动画，大家来看我哦！各位游客，这里便是享有地狱十景之首的绝望阴风。想要见证此景，需要天时地利人和。天时就是早晨9点之后，地利就是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了。最后人和取决于我们地府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——地精大人。迟到1秒。出现了，传说中的绝望阴风。唉，昨晚不应该熬夜刷窥天镜的。嗨，谁啊？不好意思迟到了，我是新来的实习生。我没说要招实习生啊。我是严哥那边的，因为犯错太多被赶过来了。哦，怎么称呼？叫我小王吧。哦，小王。啊，不是，我就叫小王吧。对了，这里有一份快到截止日期的报告，需要您赶快签字。哦，截止日期是哪天？昨天。李大爷，你家里人要下来陪你了，一家人可以团聚了。这是死得其所呀！张大马，你的老相好很快阳寿将尽，你们可以相见了。这是死灰复燃呀！把这些人带回来。苟总，能查查我吗？我们家族都老不死的，为什么只有我英年早逝了呢？我看看啊，哦，做坏事减了966年。哎，我做什么坏事了？嘴贱。龟儿子。下午可是第1届全球地下峰会，可别出什么岔子。放心吧，我来安排。我宣布，第1届全球地下峰会正式开始。欢迎远道而来的美洲撒旦代表恶魔贝利，来自奥林匹斯的哈迪斯代表3头犬，以及来自霓虹的伊邪那美代表巴奇大蛇。本次翻译工作由大地担任。 Hello, animals。各位领导快渴死了吧？请喝茶。抱歉少算了一只，这样吧，我自罚3杯。最近我们那也开始流行烧纸钱了。今天必须选一个老大出来。你想当谁老大？我们那边老龄化严重，地府人满为患。老龄化地府的人不应该减少吗？可我们那自杀率高啊，你个白痴！你说谁来吃那废柴头？别吵我睡觉！我是老大，你们都得听我好，感谢各位，今天的会议圆满结束。到点下班，溜了溜了。新生不用翻译。好累啊，刷会儿窥天镜，赶紧睡觉吧。本集中，第1届全球地下峰会伊邪那美的代表是谁呢？恶魔贝利、巴奇大蛇、3头犬。回答正确，这回8个头的蛇给你开了眼了。巴奇大蛇，巴奇大蛇是日本神话中十分著名又强大的怪物之一。古事记中描述，它是8头8尾的巨蛇，身长横亘8个山谷、8个山峰。我国神话中也有类似形象的香柳，也称香瑶。《山海经》中记载它9首，以食于9山。9首人面，蛇身而青。